这过年期间也发生真侪交通违规的事件。伫高雄，就有民众骑车咧掠粪扫车的时阵，伫双黄线直接射翻头，搁正向停车，所以至少会罚1200块。也若这粪扫车也发生意外，伫咧南马溪有一台粪扫车是掉伫咧窟仔内底点半钟，加在落尾是吊车出动救援，无人受伤。 轿车对伫粪扫车后壁停红灯，对向车道骑机车的民众伫双黄线回转，直接插入去粪扫车甲轿车中央，摕起粪扫就想要等，却因为粪扫车起步无弹到，画面互传去伫网络顶悬。警方表示，民众的行为已经违法。在双黄线上回转，恐违反《道交条例》第49条第1项第2款规定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，令该骑士不依顺行方向 违规停车，依道交条例处新台币600元、1200元以下罚款。为着约粪扫车，民众2条违规恐惊爱罚至少1200块。事发伫13下晡，高雄三民区新民路顶悬，因为初5是拜三，无收粪扫，烦恼过年的粪扫超量，清洁队人员13初4对透早无闲到暗时加强清运。大年初4，各区清洁队从白天开始到晚上加强清运垃圾。 全日总计出动垃圾车914车次，清运垃圾量为3160公吨。为着清粪扫，嘛出现部分状况。除了违规约粪扫车，迄天暗时一台粪扫车来到南马溪德民路的巷仔内底，咱阿山卡入去马路的坑内底，受困大约1点钟半。出动警方甲吊车救援，一直到大约10点才离开，加载无造成人员受伤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